食饭伊粒钱，3块伊粒钱，你也对嘴拢讲伊粒钱，真的假？我是假，你带我出去，就规帮拢缀我后壁等伊啊。这个，唔通，讲这无要紧吼，不要紧，这伫内底伊无错。我民国93年开始写字，才开始捌字，才开始读册。什么情形？啊，无做囡仔拢拍戏嘛，啊拍戏较无时间哦，去学校，所以我自较早20几岁之前，其实是唔捌字啊。啊！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冯恰恰。感谢，我向堂庭，大家是非常文明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咱全世界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界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好看的节目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大家好主持人冯恰恰，我本人感谢大家。好出片，好出片。但是今天上好，咱大家拢卖写毛笔。哎呦，哦，因为写毛笔的产生是一个危险的状态。哎呦，讲。咁今日来宾啊，有是不对毛笔的功夫非常的高深。哎呦，干真呢？等下你就会了解吼。当然，首先咱来介绍无啥教写毛笔的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听歌伴伊练武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班长，是。捌拍过电影无？哎呦，唔捌呢。哎呀，含慢。唔捌，你无甲我招啊！我最想要拍的呢。我今日坐你遮，我讲边仔塞开带做重的。我甲拄啊伫个咱后台啊，啉咖啡啊，看到今咱的来宾来，我咖啡变红茶。手会拖你睇无？啊呢？毋过我甲你有无共款的想法？安怎讲？我以杀气中带一点仔温柔，哎，佮有一点点仔目屎。哎，哟，安怎讲？目因为我算是看伊的电影大汉。我嘛是。真的，我嘛是看伊电影学拍的。无啦，最近一系列角头的电影真正足好看。一系列，像是的。系列我袂晓讲。系列，老师系列对无？即系列的角头电影。下咧啦，几关的。老师系列要哪写？我讲了尔。咁今天要写这？买啦。今天咱两个都唔通写。是。我今日无啥敢话过，安怎？因为一个足了解我私底下的，真的吗？啊一个足了解我工作上的，哎呦，足麻烦的，你以为？啊无你伫遮好啊？我直接跳过好啊，食饱未？我啊，早时还袂食啦。啥物即马几点？你早起还袂食？你我都冻啊即马。你遮食中昼啊？你火糖袂降低。我来减肥啊。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大家莫想这吼。你要减肥，你好。嗨，凤哥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来，因兜最近偌歹运，因兜最近惊空。袂使讲，袂使讲是卖大肠嘛。你才讲的比你咱今仔的主题唔是这啦。你主题在我定的啊，你敢有看到剧本？真危险。伊这人算怪咖啦，古魔啦。毋是怪杰，伊对伊身躯边的人拢要求好。食饭伊粒钱，3块伊粒钱，你也对嘴拢讲伊粒钱。真的假？兄弟，我是假，你带我出去，就规帮拢缀我后壁等伊啊。这个，唔通。不，你做人好，这是事。恁翁仔某做人拢承认这是事实的代志。无啦，咱就大家好朋友啦，啊，大家有迄个缘分，啊，大家就做伙安尼。好，你当然大家真了解啦吼，自我介绍也免讲遐济目紧。免我叫陈诗玲，大家好。因你边迄个，
我唔敢介绍。今日咱节目吼，到为哎，我袂当安尼啦。歹势，导演你好。阿爸你好，阿爸你好。叫阿爸是有原因的啦吼。因为小弟有拍一部戏叫做《众神的停车位》，宜兰这个黄春明老师，伊的小说非常的感动人。一个庙讲带三个后生的故事，大后生是这个黄定辉演，第二后生就是咱导演演，第三后生咧食饭卡中的，只有叫我家己的后生来演，因为伊真正食饭卡中。所以因我第二后生是叫阿爸是安尼来的啦，是啦，啊我都互你甲你搬着去，安尼足欢喜的啦。感谢碰过我机会。哎呦，讲啊，你话你讲话会讲较对咧，讲话。我声音较低啊，声音较低。哎啊，麻烦用台语自我介绍者，这本节有规定。哦，大家好，我叫颜正国，吼啊，自做囡仔就拢拍戏，啊，自袂晓开始演到即马头毛拢白安尼。大家对你的印象应该是对迄个做囡仔，迄阵啊，迄个捧过的滋味有无？儿子大玩偶。对，对，哎，迄个，就为迄个时代开始。对。迄阵你才几岁呢？迄阵啊6、7岁。 6、7岁就开始到即嘛。你讲出道60年，你个看要是？无遐久啊。但是咱是安尼啦，这个阿哥啊，吼叫阿哥我紧啦。叫阿哥。阿哥人生因讲是起起落落，人生充满着曲折离奇啦。真的。拄啊，为着要咱为了讲，今仔我甲老师毋敢写毛笔嘛，是毋使请你前往迄个所在，哇，哎呦，用毛笔写，用四字要去形容你的人生，好无？哇，可以吗？写家己哦。嘿啊，我写3字送这个节目。哦，毋知迄3字无？咱毛笔摕了数一就好了。哎，这安尼几是一电视表演吼，好来哦。哎呦，阿妹喂，哎呦，哎，哇！我咧夭寿啊！我这节目要收起来，我惨啊！我这档看要哪个落去？哇哦！哇，好美哦！哎，导演，拜托，这3字叫做哇水长流。哇，希望水中流。这个节目吼，敢若流水共款安尼，一直演落去吼，愈做愈长安尼，会当吼愈来愈顺，啊嘛会使互咱即摆的囡仔吼，加学一寡咱台湾人吼，常常咧讲的母语啦。是，有够感动的啦。是，啊，即摆使甲导演要求一无？拜托遮蹦遮车，啊遮听名好无？我会使等下写哦。我毋知摕等去厝诶。等下我才写，这爱坑病啊，这样写歹看。无较多互你写。谢谢。哦，哎，真正。哇，重灾。今仔日录影是一定真闹的，因为这个导演吼，导演来这字写咧较地吼，不但连老师唔敢写，连我嘛唔敢写。下报告一个来，叫做柯浩顺。哦，迄个来看到毛笔敢若笑诶，你们都搞伊写。食毛笔，水啊，食毛笔。食毛笔，所以讲艺人哦，有当时啊，你学一寡才艺吼，其实观众朋友罕有机会看到。今仔咱看到这导演，咱咧甲咱送3字水中流。老师，你的感想安怎？伊用心良苦咧。哎呦，啊，其实对伊家己嘛是安尼啦。你看伊自6、7岁就开始搬戏，啊，即马做导演，伊嘛伊的演艺事业会当久久长长安尼吼。所以大家互相期待，大家互相进步，会当继续流传落去安尼。感谢老师，感谢老师。感觉今仔规个节目气质容易就好起来。吼，多谢你哦。谢。哇，随你外表安尼吼。诶，咱本引导啦来嘛是引导因为吼，毋是啦，因为你种自我介绍就其实吼，我若无咧即个咱即个影艺界靠我来吼，其实吼我拢去内底休困啦，啊所以吼拢加读一寡册，总是人生的过程对啦对，啊加学一寡物件啦，无嘛毋捌理你，讲这无要紧吼，不要紧，所以伫内底学书。我民国93年开始写字，才开始捌字，才开始读册。什么情形？
无做囡仔拢拍戏嘛，拍戏较无时间哦，去学校，所以我自较早20几岁之前，其实是唔捌字啊。啊，这现代捌，哪有这款代志？是国小都无去读册。未读国小就拍戏，读国小其实拢注册安尼啦，无咧学校。哦，所以讲你讲人生这是福还是祸，真歹讲。真歹讲，人讲盖棺论定啊，定啊定了才有准算啊。你甲看，所以人若要学习，永远袂嫌慢。几岁开始你讲？刚才看迄3字就好啊，等下去拜托甲签名。好哦，今仔日气质也拢好起来，所以咱来用这较有气质的看大家台语的程度生做安怎，尤其是导演，导演咧做导演咧拍戏，有咧做罗啊不，迄个拍做罗马的戏。啊，到底台语讲出来是毋是无啥共款？来，迄个俗语内底有山还是有水？还是有山，也是有水。哇！因为文音读做山水，鼻音读做山水，要有山，无就有水。好，来，老师考了起来。我说寒山水的俚语，我讲山水有相逢啊。水啊！山水有相逢。你会晓讲这句哦？气质普遍的吧。但是袂使有相逢，你若袂着拢讲文音山水有相逢。哦，山水有相逢。对，我们来提醒一下。来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我讲新娘水当当，裤底破一空。有水啊！我白讲。一倒要有水啊！迄个水甲水无关的。啊，迄无共吼。水当当水，咱就讲过水，安怎写？嘛，迄个对对，一个路一个横哎，山水的俚语。我讲山鸡念山，山鸡啊念水啊，笑上水啊，笑上山水啊，山鸡笑上水啊，山鸡笑上水啊！对对对，山鸡是山鸡，水啊是水啊，是无我赶快什么意思？就讲这种人是无共款的世界啦。是无可能。你笑上雅雅啦。是，阮人是无共世界啦。啦。迄是讲吼，山鸡伊袂晓收水，伊就想要学迄水鸭收水安尼。是安尼，我可能嘛是这个意思。老师，想伤济啊啦，想伤济。因为迄根本毋是你的专长啊，就亲像咱袂当讲要求碰瓷吼去收水。啊，要求鱼仔去爬树啊，共款。尽你的本分呐。哦，就是想伤济，毋是你的本分内底。山鸡笑上水啊！来，我说山水的俚语，人生，来意。饮水爱思源，饮水思源，水这是特别嘛文音。饮水思源啊！啊，那啉水，嘿，啉水会止喙焦。饮水思源。哎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我讲田无高啊，水无流。水啦，这是冤家。田无高，水无流。上次甲你田无高，水无流。车甲你的意思。好来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啊，我讲靠山山会帮，靠水水会搭。哎呦，袂歹哟，靠山山会帮，靠水水会搭。靠家己上好。关键是靠山山倒，靠低调四地无。迄是讲人衰啦。啥个衰？我山山帮，我壁壁倒，我低调四地无。这讲我就讲迄个人啊，都太屎，唔当去甲吸掉，不然作衰。真正衰个安尼。衰个安尼。我来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我讲倒调无目水。哎呦，倒调无目水。倒调。倒调无目水。对啊。老师，我毋捌听过这句。有啦。都是无内在啊。对，无内在啊，目倒无目水啊，你倒掉嘛无目水当流出来啊。对，我对你两眼相看。哦哟，好厉害！哎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我讲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安尼会使？有山啊，有山，海嘛是水啊，不一定爱水啊。是我最老的对啦。寿比南山，寿比南山，不是南山。
抖音手臂蓝南山呢？山，这无几箍的银村，南山收比南山都活无几回呢，你们拜托。好如东海，收比南山。哦蓝山，南山，南山一三好本年，莫强用。来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山不在关啊，不是，会使。山不在关，有仙则灵。错咯，山不在高，歌哦，山不在歌，有仙则灵，有，这两个无念嘛。有仙则灵。是啊，这时阵爱读歌啊，唔读管啊。山不在歌，有仙灵则灵。这灵后壁句咧，水不在清，有灵。幽灵，幽灵。龙，伊即摆咧国语想，华语翻过来，伊头头咧经历。生有龙则灵。哎，山不在高，有水不在深，有深。哦，水不在清，有灵则灵。有灵咧食灵，水含龙，幽灵，真拄好去改个背好势来。他个爸爸，靠爸爸。我说山水的俚语，真正讲袂出来，真正要用无半片。看者，什么春天看山头，冬天看海口啊，船过水无痕哦。哎，不，这一句都迄两句。你咧讲几个啊？我还讲一段呢。你来搞我咧，搞我讲了了。春天看山头，春天看山头，冬天看海口。春天的时阵呐，那山顶有云，乌云，吼。啊，若秋天时阵，你看海边若有乌云，就是讲会落雨啦。毋过嘛有人讲东海口、春山头拢有啦。东海口，所以变做是讲看云来看讲，哎，可能要落雨啊，爱做者准备安尼啦。要落雨看。天气多变化，出门爱炸雨伞。是。老师，你有咧报气象吼？无啦。偏家书归人海面东北风3级至4级吼。小龙变大龙。灵应专题。喂，以早的记者吼，也用华语啊，小浪变大了嘛，小龙变大龙，大龙变玲珑。不。我说山水的俚语。我讲死狗死鸟挂树头，死狗放水流。哎呦，厉害。这是无好的，但是嘛是一个较早的早人咧讲。其实动物性命咱拢是爱尊重的。是啊。我说山水的俚语。哦，我讲春南夏北无水通活无。哎呦。就是春天若是吹南风，热天若是吹北风，安尼呢，就会规年冬天拢会袂落雨。春南夏北，要北就要北吧。北啊，是嘛，老师？春南夏北，无水通活北。还是北啊？伊是安尼靠押韵啊，春南夏北，无水通活北。可花欠水啊。春南夏北。无水通活北，哇！今天大家拢学到哦，厉害嘞！水，好来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我讲近山草无茶，近溪打无水。近山草无茶，溪打无水。近溪打无水。不啦，这是讲伤可惜，讲啊，这阮兜遮近，我豆去了啊，结果等你去时茶拢错了啊。是的。嘛有话嘛讲万牛食落水，你第一只牛去溪边食水，迄水一定上清的。啊，若豆牛一只来吼，较慢来的牛，你这水拢落起来，叫万牛食落水。我即嘛有水哦，哈。万牛食落水，万牛食落水。好来，我说山水的俚语。碰风水鸡太无吧？你若知我的艺名？阿爸，你敢要安尼？你明白要改遐长嘛？碰风水鸡太无肉，碰风水鸡太无肉，意思是做人爱实在啦，吼。对啦，水鸡无啥物肉，毋过伊做个碰风，碰到安尼嘿，啊，其实你甲破去了内底无啥肉，毋过看起来足大只安尼啦。哦，了解。今仔有真多。我说山水的俚语。
我讲爱水唔惊流鼻水。哎呦，是，厉害就是查某人的专利啦吼是啊，爱水唔惊流鼻水。小丽讲了好。大鼻孔妇产科有一位足有名的皮医师，哦，足济迄生袂出来的翁仔某啊，来找伊了后，哦，真紧就有喜事啊。这一天呢，阁有人听到风声，要来找皮医师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互咱继续来个看落去。大家行，大家行就好啊。爱说你，爱说你，来，哎，我来啊！你好，好，哇，较犀利的。迄个啊做迄个哎，我叫林珠朱银。朱银嘛吼，哎，对。不多安尼，哪来哪大啊吼。对啊，对啊对我愈来愈期待哦，我期待我的囡你是仔。要期待，要期待。期待再上回期待，哈，期待，嘿，期待我的囝较紧生，较紧出来，我要看伊，我要抱伊。啊，看阮某安尼，腹肚一天一天大吼，哦，一直感动起来。第是做老爸心情一定安尼嘛。啊，最近有迄个什么迄个无爽快的情形发生其实我食啥物就吐啥物呢。无？哟，啊，毋过我有一个姊妹啊，伊吐到要生，迄个礼拜就无吐，我敢会安尼哈？正常啦，你腹肚底有这个囡仔嘛，吼，嘿算讲这个咱会排身体甲排铁。哦，安尼哦。哦，面食不来排铁啊，所以伊的身体对你的身体里底咧调整，这算正常的啦。哦，正常嘿啦嘿啦嘿啦哦。啊，平时歹势啊。嘿嘿，哦，请教一下，我安尼自从阮某有心以后，哟，啊，拢无要甲我做工课呢。你哪会讲这种代志啊？你意思是迄个，嘿啊，厝的工课免逼出来啦。我你这是，我唔是黑白，这是构图那，那你是想对对。哦，这是无要紧的，就是卖伤过食力就好啊。安尼哦。哦，有无？你看，吼，阮某就拢一直无爱互我甲吸啊。无啦，毋是我无啊，是我有一个姊妹啊，伊就是吼，伊就是嘿，安尼过准啊，吼对无？啊，迄囡仔生落来，伊就头壳就是安尼，安尼安尼有一个，你讲的落蚵啦。哎，对啦，无啦，你这哪有可能？你小喊啦！有可能吗？这款的无伊经济就感觉伊的头壳安尼塌安尼呢。无啦，感觉甲囡仔生出面老爸你过来黑白弄就弄啥货？我头听过呢，不是以前啊，这是安怎讲啊？这是敢真呢？不要，无代志。无代意思志哦就讲安尼啊，有无？啊，对无？我就无简单，我遮有一个囡仔，安尼我想要甲伊保护啊，无问题啦。无问题 OK 啦，啊。哎，医生讲啊，有无医生你讲的？OK 多谢啦。你啦，安尼感谢医师，谢谢。多谢吼，多谢。阮先来迄个讲，等下去大。家行哈。这个医师人真正是足好啊，进前哦，足侪病医拢安尼看袂有真心安尼。的，去别位看拢看无啦。对啊，啊，结果吼来遮一来就有。对，咱真正是爱好好甲伊安尼洗落来吼，互伊健康的。等下休困。对。哦，阿玲，你有听到吼？有啊，我听讲这皮医师足厉害呢。对啊，讲来遮无偌久就有心啊。对啦，安尼咱你别看卖啦。来。皮医师你好。无啦，因为我有听讲咱皮医师吼，医术足高明啦。哎呦呦，啊，毋过吼，皮医师毋是我要有心啦，毋是我要治囡仔啦。唔是这位小姐，啊，敢讲是因两个？虽然讲吼，即摆多元性家已经足普遍啦，啊，毋过恁两个迄家私可能斗袂起来，迄是两个查甫人，哎，歹势吼，查甫人，两个查甫人无可能生囝不，你卖误会。哎，等下吼，你卖误会啦。嗯，这后阮啦，这是阮好兄弟。对啊卖误会。啊，伊想要有囡仔，所以阮较带伊来偏医师家。对，对啦。对啦，卖误会啦。我是阿婉的小妹啦，嘿啊，即马中兴是我即马现任的男朋友。对啦，安尼有清楚吼，伊是阮小妹，啊小妹甲伊做伙一起好啦，你阮看你新的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人啦个医生拢一直要走去对啦，啦。我也是阮朋友啦。对啦第，三个关系敢若足复杂。哎呀，对你啊，讲伊这伊现任的男朋友，佫有顶任的，佫有后任的，好啦，哎，啊，这个佫是，你是要到底什么情形？没啦，最简单的。哎，你敢听？安尼。无我听无呢，自你讲话我都无咧听。对，啊对，安尼对，我是因小妹。嘿，哦，我再问一句话就好，哦，到底恁什么人想要生囝？
伊啦，伊啦我不能。你要生囝，你甲恁某做伙带来。对啊，这个过节，我啦，哎，老师给我一个音乐。是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阮阿兄前礼拜才离婚啦，某才带人走去啦。离婚啦，无啊，你离婚啊？那来阮家付3箍呢。系啊，我甲你讲，阮啊，就是因为离婚哦，伊逐暗拢咧找人啉烧酒啦。迄天阮伫咧啉酒的时阵，伊一直甲我讲，最想要有囡仔，所以我带伊来拜托偏医师啦。哎呦，离婚的手续是去互政事务所办对的。啦，你来妇产科要有囡仔，你毋着爱先有带一个某。无啊，对有某了后，毋知我就来，我就甲你处理。你莫无某找我哪有法度啦？哎呦，我无迄习惯哦。偏医师，因为我听讲偏医师吼非常厉害，可算无保，你嘛是有办法嘛，对无对？哦，反正吼想要有囡仔来找你就对啊。拜托你这修喊嘛啦，你真正当作偏医师是新鲜哦。妹，虽然讲我医术非常的厉害，但是这是无可能嘛。你这真正，你真正是吼牛的薄面皮。好，第二句小句，吃了。来，这间吼，我听讲足厉害，咱紧入来吼。来，遐这。偏医师，你好啦，看啥物？我是想讲吼，要来请教你这个要有是啥物叫请教？请教哥吼，要安怎会当有心？对，你安尼叫我补充啊，足紧就有啊啦。真的吗？不过，毋是我要有心啦。不是你刚讲是因两个，因两个都袂起来，袂使洗啦，袂使啊，洗袂紧甲讲啦，医生我你讲，因为伊是其实我也是阮大兄啦，伊是我即摆现任的男朋友，是阮大兄啦，嘿啦，男兄啦，是啥物听无呢？这三个关系你敢母会清楚？母袂出来，我无咧听。来，我怎么请教？是你先要生囝？伊要生，啊，你无你带你某来边呢？我有处理。我啦，医生我你讲，其实因某顶礼拜就甲伊离婚，甲放生啦。离婚哪会来？阮这付3箍的。伊离婚无爽快，啉酒讲伊想要生囡仔，所以我带伊来啊。哎呦，离婚你咪才有先有某，唔才有我大囡仔，跟住讲，不我有我大迄个放过用讲啊。因为等我偏医师真正非常厉害，可算无某你嘛是有办法，反正想要有囡仔来找你就对啊。足含的啦。我唔是做生娘呢，我对不对？你当作我，你这款的真正实在是哦，老牛颠春草。拍破过来，因为有请为了这个情形，讲伊就无某，因某甲伊离婚，无某想要生囝来找妇产科医生，讲你这款的叫做牛的薄面皮，好。第二句叫做老牛颠春草，赞成第一句的牛的薄面皮，唔知有啥举手？你要存在举手无？我想讲对一摆，来手先放来，六位来宾。甲学员拢总经牛的薄面椒皮，导演为咩缘故？因为啊，无可能啊，哦，无可能，牛卖薄面椒皮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好，无人顶第二，老师。今仔主题是牛啦吼，咱若新春行庙行香的时，可能可能遐望春牛。哦。然后讲一面望吼，一面讲啊，望牛头起大楼，望牛鼻袂破边。望牛喙大富贵，望牛的牛耳食百里，若望牛肚有好前途，望牛尾会合家伙，若望牛骹袂伤差，对啦，未到。望牛变就变新鲜啦。所以早拢是啊，春牛啊，哪讲啦吼？头讲本来讲得对啊，牛食草，哪有可能咧？食面皮、薄面皮，所以拢讲一寡有空无顺的代志哦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另外老牛颠春草，咱的俗语讲1822是青春，就讲18岁到22岁是当青春的时阵。毋过你是啥？老牛啊，老牛啊，食老就爱
零楼，唔通讲7楼8楼，搁要甲少年家共款，电风扇安尼就唔好。毋过吼，碰过，咱两个帮做参考啦吼，时代无共啊啦，食老搁会。无拖刀，汽车驶咧四过走，南北二路行透透，游山玩水有够够。咱两个纠结，对，唔通领导。是，人生70才开始呢。但是老师，你就无讲答案对一个。哦，这个答案倒已经讲啊，就是啥个，无可能啊，所以应该是牛的苞米批。伊连某都无，要安怎生囡仔？这是本节目头一摆，所有的人。总有共一担，拢总掉的一摆，拍破家己个。吟诗作文真趣味。这首免讲伊是诗，嘛免讲伊是谣，应该讲伊是一首歌。哦，作者什么人的念，咱再来开水哈。哎呦，介神秘哦。嘿，对。你很牛哦。你要甲念一遍，互阮听看没？春风，但是有春风。暗风啊。暗风吹啊，落雨暝。微微灯光看前程。飘浪的人人甲做伙。细玲珑。红尘来去。这读文音，红尘来去，不回首。对啦。总有时会相逢。遥远的路途，月朦胧。感谢各位，太谢。老师，应该拢对啦。对啦，不过这位大师的创作力有寡问题啦。哎呦，对位啊？你第一应该是暗风，不过你这是晚。哦，迄个是晚，所以写做。黑暗的暗，暗风吹落雨暝，微微灯光看前程，飘浪，这是飘水，因为水飘是3点水，这是水面上的。啊，那你风中的咧，边是风字，迄个飘撇，嘿，两个拢是飘浪的人啊，细玲珑，这细对唔对你？啊，对，咱咱捌教过。嘿，蛇足，嘿，对，细玲珑，风。我写，来。行到遐个折竹嘛，西番头，折竹，细玲珑，风尘来去不回首，总有时会相逢。遥远的旅途，月朦胧，应高呢，说对话，安尼都押韵，哎对，哇，那真厉害啦你啦！这位大叔到底是什么人？对啊，像这个呢，那人遮够写的啦。对啊，唔知什么人遮够写呢？啊，审判写这我写的歌。搞唔了咧，哦，搞家呢？不，我是要描写讲飘浪的人，就是讲，因微微灯光看前程哦，迄个唱的人叫即字即句感动着。哎呦，唱的人就一个啊。哎呦，哇！你唱着微微灯光看前程，你个你感想是？3更半暝的时阵，一点点的灯火，一点点的希望，咧感受家己的前程未来伫倒位。来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这个节目，我吼受益足多，尤其是我的台语，大概拢一直咧进步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赞的节目，大家要甲支持哦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吼，我食较较侪岁啊，吼，讲台语讲差不多40几年，啊头一摆听讲哦，甲咱这台语有法度讲到遮有文化，啊希望啊，即届来遮吼吸收真侪，后壁若家己的创作啊，会当互大家吼，搁较进步，啊。做节目一路长哦。